后来过来这件嘛是最近社会注目的焦点，这个跨性别，也就是为这个查甫的变成做查某的这个网红网友啊，日前伫网络顶抛出着伊有心的相片，讲伊接受到人体测试有心咯。这个事件是引起着风波，这个无主公是要安怎有囡仔的？高雄市卫生局就随来调查，结果网友也承认咯，讲伊根本就无有心。卫生局认为，这个网友造假，传播着谣言，影响着公共的安宁，所以用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加函送法办。新抛一张大巴肚的相片，讲接受人体测验有心啊，所以搁摕妈妈手册。一个跨性别的人叫网友，伊无主张有心的代志，互大家拢伫咧讨论。就算伊家讲无可能的代志，伊嘛是伫咧网络黑白讲话。高雄市卫生局开始调查，嘛请网友本人做说明。他自己也坦诚，在相关的一些照片的提供，那都不是本人所有。再者，自称也没有怀孕这件事情。卫生局认为网友涉嫌黑白传谣言，所以以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上班。不过网友讲，伊是分享好消息，无黑白传谣言。那律师讲，因为网友网络有20多万的买种，所以伊发言拢会互大家注意。客观上面它是一个谣言，这个也许有可能构成，只是说社会法它还需要加上说引起社会恐慌的影响公共秩序的这个要件，它必须要2个要件都符合。恐怕这个法院在这个地方还会再做一番的探讨。律师嘛讲，亲像真侪人注意的网络名词、艺人，或者是有真侪成员的社团，抛相片、抛文、留的回应，拢要斟酌注意，较袂因为讲唔到违反法。